7:52，往7堵的区间车，在第4月台 B 侧快要开了，还没有上车的旅客，请赶快上车。浮在孤單裏，航向人生嘅遠方。蒼蒼嘅火柴，有理想嘅思念，也有未來嘅希望。黑暗的夢，黑暗的夢，黑暗的夢。铁轨路係兩條平行線，一條航向台北，一條航向未來，差到俾你係唔係有同樣嘅心情？黑暗的夢，黑暗的夢，黑暗的夢。人生嘅風景，一生有一站無窮樣，不管嘅龍空過去，頭前就有泰山泰海，地嘅老你呀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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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鐵軌路係兩條平行線，一條航向台北，一條航向未來，走風一路順風，走風一路平安，走風一路順風。